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1月18日，记得你的好。约书亚记4章1到15节，我们要祷告的金句在4章7节。你们要告诉他们，上主的约柜过约旦河时，河水停止流动。这些石头要永远使以色列人纪念在这里所发生的事。我们曾经走过许多的地方，名胜古迹，我们会关注看到的是那看得见的，还是看不见、刻骨铭心的历史人事物呢？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也一样，进入到这个家庭，可能有一些东西让你好奇，会问起在这个家庭曾经发生什么事呢？我有一个朋友的家有2台的电视，有一台的电视几乎是有碎片的那种萤幕，有一台电视是完全完好的。我就非常好奇，问说你们2台电视，这2台都能看吗？这个男主人就笑笑，不好意思的说另外这一台萤幕都感觉都裂痕，旧旧的。其实他是提醒我不可以发脾气再把电视拿来摔了，不能拿东西来摔电视的。所以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引起自己记忆，要说出来，要提醒也好要来想起人的好。也就是约书亚也一样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经文，当约书亚一行人要过约旦河时，他做了一件事。他说以色列有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要派一个人，而这个人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做好准备哦。当过约旦河时，这12个人就要在河的中间拿12个石头出来。这12个石头原来都是躺好在河床的下面，后来因为干了，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石头从河床下搬出来，放在过了约旦河干地上面。那么我们想，这12个石头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在圣经上，在今天的金句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是要来永远使以色列人纪念在这里所发生过的事情，也就是耶和华的拯救不会是只有停留在这一天，而是世世代代，甚至以后子子孙孙，将来他们遇到了挫折困难，回头看这石头，就会想起这一位神曾经怎么样带领我的祖先，带领他们渡过难关。而这位神拯救，耶和华拯救是不会停止的。耶和华拯救也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数算神的恩典而他不拯救我们，反而是数算神的恩典是帮助我们这有限的人，使我们可以专注在神奇妙的作为，还有神的计划，而不是看这些难处，而是看这些难处背后神要给我们的好处是什么。这个月对音乐牧师跟钟贤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，就是我们结婚33年。33年不是每天亲亲都是我们的关系都是伤，都是没有紧张的，有紧张的时刻很多。我们决定要结婚时，我们婚前辅导的牧师邀请我们立志一定要一起祷告，而且要手牵手。晚上要睡觉之前，再怎么生气，再怎么样情况都要想办法。远距离也要用电话。以前
真的电话很贵耶，有时候忠贤哥出国，去美国，去日本，去阿拉斯加，去很多地方，但我们仍然用电话。虽然我们用电话其实也发生过很多事，但是我们总想起晚上一起祷告有许多的美好，记起神的好。3件事在祷告中我们要讲，第一个，神对我们很好，主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当然也跟对方说我爱你。第二个，主啊，若我有得罪你的，求你赦免。亲爱的，如果我有得罪你，请你原谅我。第三个，主啊，我们的家庭不能没有你。亲爱的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因为你是神所赐给我那美好的配偶，另外一半。所以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庭每天晚上，不管我们现在结婚几年了，或者是我还没有结婚，我只有一个人，都没有关系。我们如果立志好，晚上跟神打电话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主啊，我可能得罪你，主，我求你原谅我。主啊，在我生命里我不能没有你，因为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当我们做了这3件，跟神讲这3件事，或者是我们的家庭都用这样来祷告，那么我们天天会记起神的好。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困难的时候，低谷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庭也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用等到看到石头，看到那个被打坏的电视才想起神的美好，而是我们晚上用一个记号，就是我们可以彼此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，献上感谢，向神表示爱，认罪，表示我们生命不能没有神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记起神的好。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的生命里看见什么可让我记起上帝的好呢？并且愿我们每个时刻活出上帝对我的好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这么爱我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，我们可以数算恩典。主，你曾经用大能的手，你伸出你的膀臂创造天地，主啊，你也保护保守我们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，我们每天要跟你来上线，我们每天要跟你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好让我们日日夜夜都有在你的平安，在你的保护里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一天，因为记起神的好。我们明天见。